你好啊，今日咧係2025年嘅11月21號啊，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啲財經新聞嘅解讀啦。咁第一個咧就想講嗰個叫做二手樓啦，持貨嘅獲利比例啊。咁啊，美聯咧就做咗一個叫做調查啦，咁就佢分析啦10月份啊二手樓嗰個持貨年期嘅分配。咁嗰個獲利嘅比例係幾多？咁就持貨超過15年嘅，咁佢賺嘅咧嗰個比例咧就99.1%，即係話你講緊喺2010年之前買樓嘅咧，你差唔多99%咧都係賺嘅啦。持貨超過10到15年，咁你嘅賺錢嘅幅度嘅比例係幾多？賺嘅比率係幾多咧？係80%人咧都係賺錢，咁説得嗰個比例係有多嘅係邊個咧？就係講緊持貨1到5年，同埋係5至10年。咁持貨1到5年咧，你賺錢嘅比率咧係得12.2%，咁即係話咧接近有87%嘅人咧都係輸錢。如果持貨5到10年咧，你賺錢得16.7%，即係話咧，你輸嘅機率咧有成83%。咁最近1年先至買樓嘅1年以下嘅，你獲利係幾多咧？係78.7%。咁即係話咧，你係拍得住10到15年咯。咁即係話你嗰個買樓個 timing 咧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即係話持貨1年，即係過去1年裡面去買樓，基本上你贏嘅機率咧就差唔多接近等於持貨10到15年。呢個就係講緊你去判斷市況嗰個叫眼光又好啦，或者係運氣又好啦，或者係眼光加運氣啦，冇所謂嘅。即係好多人好渴望咧，就喺嗰個最低位嗰個即係今年嘅3月買得到，好多人會係覺得係咁樣。咁其實唔係，一個樓市或者一個見底或者一個上升嘅週期都係斷年計。咁佢如果用倒後鏡嘅時候咧，咁佢永遠都入唔到市啊！佢就仲喺度諗緊，3月份都係做緊300零萬。點解今日我要俾400萬去買咧？我咪傻仔咯！嗰啲人通常都會係咁諗，但係如果咁諗嘅時候咧，你就永遠唔會買到樓。即係你用倒後鏡去諗咧，就永遠唔會。咁今年年頭啦，有一個叫做納米盤啦 ，AVA 啦 ，AVA 咧，年頭嗰陣咧就用咗300萬買。咁買完之後咧，跟住咧，佢拎出嚟放手咧，就講緊係378萬沽出，呢個係佐敦嘅 AVA。咁呢一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單位啦，半年咧就升咗26%。咁呢個係佢嘅膽識啦，同埋亦都可以咁講，佢有嗰個叫做運氣啦。咁呢個就講緊一個叫做樓嘅市場啦。咁講樓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大程度咧就同嗰個息口就相關啦。咁早2日咧，嗰個息口咧，1個月嘅銀行拆息咧就跌，由9月中嘅4厘咧又跌咗落去2.28。咁嗰個 H 按嘅拆息咧嗰個 H 按嗰個實際利息咧，就係講緊而家係3.25厘。咁啊，都算叫做唔係一個高位啦。而家就睇緊咧嗰個叫做利息啊，即係美國嘅利息就走勢啦。12月9號咧就會係聯邦儲備局就會開會。咁啊，睇下呢一轉會唔會減息啦？咁但係嗰個叫做點陣圖啦，就預示咗咧1個月之前大家都覺得12月頭咧嗰個減息嘅機率咧係成8-9成嘅，而家咧就跌到得5波啦。好似阿黃興貴話事幾啦，射12碼啦，一係入一係唔入，咁就睇嗰個走勢係點啦。咁啊，再想講咧，就係講緊
一啲叫做新樓嘅發售啦。咁嗰個新樓個發售咧，其實有好多都賣得唔差嘅。嗰個叫做百分比啊，即係嗰個賣樓有部分咧係清咗嘅，成叫做啲叫做細價盤咧係賣咗成100%。咁啊，下半年公開發售嘅單棟樓有幾多咧？2、4、6、7有7個樓盤，包括灣仔嘅 Spring Garden 啦，灣仔嘅堅尼地道啦，呢個已經係現樓啦。灣仔嘅 Woodies 啦，西半山嘅 MVP 啦，西營盤嘅東邊街9號啦，九龍城嘅津博啦，元朗嘅朗日豐。咁西半山嘅 MVP 同埋西營盤嘅東邊街9號咧，兩個係全部賣晒啦。咁另外個3個咧已經係賣咗90%半或者以上，即係賣剩1到2個單位，就包括灣仔嘅 Spring Garden 啦，灣仔嘅堅尼地道33號啦，同埋係九龍城嘅津博。咁元朗嘅朗日豐咧就賣咗89%。咁呢一個灣仔嘅 Woodies 咧都賣咗成63%。咁啊，仲剩翻幾十個單位。咁即係話單棟樓嗰個銷情都咁理想嘅時候，我都唔明點解嗰啲做 KOL 嗰啲啦，就話香港嘅新樓賣得唔好。香港嘅新樓其實唔係賣得唔好咯。如果你睇嗰個總銷售量咧，今年係有機會咧係超過2萬個單位。即係我哋好要講咧，就講數據啦。即係唔好你有去戴咗有色眼鏡去講乜嘢都死。咁今年嗰個新股嗰個係好暢旺，但係由今年9月去到今日咧，有好多隻嘅股票咧都係破發嘅，有成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隻咧係講緊係破發。由9月2號開始，奧克斯電器開始上，嗰個破發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？由跌1.7% 咧，去到34.3% 咧都不等。咁呢啲叫做新股咧，有好多係咩咧？係 H 股，唔係 H 啊 A 股嚟香港上市，即係叫 dual listing 啊。即係 A 加 H 同步上市，有啲咧就係美國上咗，翻嚟香港再上，美國加 H， 美國加香港又有，嗰個佔咗3間 ，A 加 H 嘅咧就佔咗4間，另外4間咧就係新上市。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即係股票市場氣氛好嘅嗰個定價，咪可以進取啲咯。但係好似而家今日咁樣。嗰個市場就吹緊少少淡風啦，喺嗰個高位回落做緊呢個調整啦。咁嘅時候咧，IPO 唔係實賺嘅時候咧，咁啲人就會係謹慎啲。咁當嗰個市旺嘅時候咧，就會有一啲基金啦，或者不嬲都有呢啲嘅基金咧，係做啲咩咧？係做啲叫做打新股嘅基金啦，我哋叫做 IPO 分啦。咁喺應該10幾年前啊，香港都曾經有2公婆咧喺內地咧就係做咗一個叫做打新股嘅 IPO 基金。咁佢就唔理啦，總之係新股咧佢就投咧就即刻第一日咧就賣晒佢，咁咧就搏嗰個打新股認去賺錢。咁喺市旺嘅時候咧就一定冇問題。但係最大鑊嘅時候咧，當嗰個市轉角呢條橋唔得嘅時候咧，就出事啦。喺內地同香港唔同啦，香港你去做基金，你所有合情合法合理嘅冇問題嘅。喂，冇人包生仔一定賺噶嘛。咁只不過你做嘅事情係只係根據你嗰個章程啦，或者係根據你嗰個投資委員會個決定去做咧。咁其實問題唔大。咁香港做基金啦，有啲就根據叫做證監啦去批嘅基金咧，
就去做。咁喺10幾年前嗰個做打新股嗰個基金咧，曾經有一對夫妻咧喺內地去募錢做啲私募基金做呢樣嘢。大佬，內地好興輸打贏要啊嘛，輸咗咪問你攞錢咯，攞翻錢咯，俾唔到錢咪斬你咯。咁嗰兩公婆咧就應該係俾人哋教訓咗，我唔記得係過咗身啦定係重傷，我唔記得。總之有兩公婆從事呢樣嘢咧就出咗事。咁喺香港咧，講緊幾年前咧，公司註冊處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 LPF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 有限合夥人基金。呢個咧就係想喺香港咧就取代一啲叫做離岸基金啊，包括叫做Cayman Island 啊，即係開曼群島啊、處女島啊嗰啲避稅天堂開嗰啲基金一樣。咁點解係公司註冊處去做處理呢？其實有限合夥人基金其實都係一間有限公司。咁 LPF 同普通有限公司嗰個分別係咩呢？咁普通一間有限公司啊，個股東個個呢都可以一間有限公司最多就50個股東啦。你每一個股東呢，冇可能一個可以分得多錢，又可以有管理費，又可以有一個叫做表現費用，冇可能嘅。如果你走去冒錢去做呢樣嘢，冇可能。用公司咧，你就好難做到呢一個形式。咁如果你係咁做嘅，你就變咗係變相嘅集資咧，可能做成一個叫投資產品啦。咁呢個係需要證監批。咁調翻轉頭做有限合夥人嘅基金，即係講緊 LPF 咧，其實佢就容許咧，你係做一個基金嘅運作啦。基金運作咧就有兩個身份唔同啦，一個咧就叫做 GP 啦，有一個咧就叫做 LP。咁咧 GP 咧，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General Partners 啦，一個叫做一般嘅夥伴啦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咧 LP 咧就叫做 Limited Partners 啦，即係叫做有限嘅夥伴啦。咁 GP 咧就可以收取管理費，可以收取呢一個表現費。LP 咧冇啊，你純粹投錢嘅啫，贏咗錢咧先至跟呢一個 LPF 嘅章程咧就去分錢。咁譬如呢啲咁嘅有限合夥基金啦，嗰個 GP 咧可以係投錢，亦都可以係唔投錢，齋做管理都得。咁通常咧都會係投錢嘅，即係你唔投錢，我邊度信得你過啊？咁100% 嘅資金可能咧有10啊、15啊、20嘅錢咧，可能係個 GP 咧就出嚟，個 GP 可以係幾個，咁咧就證明我同你係共同進退。咁佢哋咧會收取一個叫做管理費啦。咁啊，以前通常都有一個定律啦，叫做 220 啦，即係講緊每一年收取2% 嘅管理費，跟住咧 performance fee 咧就收取賺幅嘅20%咧就要嚟分。咁而家咧可能冇呢一支歌仔唱啦，2% 咧可能好難做得到，可能咧收咧係1% 啊，或者1.5% 咧就俾呢一個 GP 嗰間管理公司咧就去做運作，就係咁解。咁喺呢一個公司註冊處下低嗰啲 LPF 咧，佢哋需要一個 IM Investment Manager 咧去做呢一個投資嘅管理人。咁喺呢個公司註冊處裏面咧，亦都冇表明指定邊啲人係一定要有呢個身份先可以做。咁通常咧有3個人咧，佢都可以容許佢可以去做嘅。一個咧就係律師啦，一個咧就係會計師啦，一個咧就係證券講緊叫做證監處下低揸住9號仔牌嘅，即係基金管理牌嘅人，佢哋可以做呢一個叫做 IM。咁點解要有一個投資經理喺度咧？其實就係幫佢做咩咧？幫佢其實嗰個 IM，你當佢係一個看更咁上下咯。佢係睇住座大廈，
睇住嗰個錢罌嘅啫。即係 LPF 你可以當佢係一個錢罌，我需要一個看更去睇住佢，睇住佢咩？睇住佢入錢，睇住佢出錢。睇住佢入錢就係咩咧？如果你嗰個基金係淨係一啲叫做專業投資者先至可以去投資嘅。咩叫專業投資者咧？就係講緊啲叫做 PI 啦 ，Professional Investor， 即係話你嘅資產值係超過100萬美金嘅，即係大概780萬港紙嘅，你就係一個專業投資者。專業投資者咧同散戶唔同啊，你係專業嘅，你知道晒所有嘅風險，所以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你唔好再去話你俾人哋呃。咁嗰個 IM 咧就要去睇佢嘅證明啦。你證明你係 PI 先至俾你入場。咁嗰個證明係咩咧？或者係你係俾個銀行嘅戶口去睇啦，一係你係俾啲資產佢睇啦。證明你嗰個錢真係有咁多啦。或者係揾個會計師出個證明，你係一個 PI 嚟嘅，咁你咪可以入場咯。咁呢個咧就睇嗰個入金啦。咁除咗睇嗰個人係唔係 PI 之外咧，仲要睇咩咧？仲要睇佢啲錢乾唔乾淨啦，你有冇洗黑錢啦？你啲錢係咪反恐嘅錢啦？咁呢個咧就係講緊避免啦 money laundering， 即係避免洗黑錢。因為呢個講係入錢。咁當你個 LPF 有錢嘅時候，咁喺嗰個 LPF 佢有嗰個叫投資委員會。咁個投資委員會定咗嗰個投資策略，你入錢嚟嘅人亦都知道佢嘅投資策略，咁就去揾標的物啦，去投資啦。咁去出金咧，咁亦都係需要呢一個 IM， 即係個 IM 亦都睇過係你哋成班投資委員會通過嘅喎，跟住你又俾晒嗰啲投資嘅標的物嘅所有文件 ，OK， 我攞到晒所有嘅嘢，我咪去出金去投咯。咁你係做看更嘅角色，就俾人入俾人出，跟住如果即係好不幸地有虧損嘅時候，咁佢咪可以同到啲客戶去解釋咯，我啲錢唔會無緣無故走咗咯。咁呢個都係講緊一個叫做信任嘅問題啦。咁我哋信就信律師啦，信會計師啦，同埋信一啲9號仔牌嘅基金經理，因為佢哋係受證監嘅規管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有咗呢啲 LPF， 所以令到香港咧而家好多成立呢啲嘢，咁亦都旺咗。咁最近咧嗰個叫投資移民計劃咧，佢係容許嗰3000萬裡面咧有1000萬係可以投呢一啲 LPF。咁所以有人咧就會去成立呢啲 LPF 咧，就係好讓咧，就係俾嗰啲投資移民咧，就係去投咯。咁所以點解有部分人嗰啲49仔牌係咁吃香咧？即係證監會個牌照咁吃香咧？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咁樣咯。即係好多時候而家喺內地嘅小紅書啦，好多時候都會講一啲香港證監下低嘅牌照公司，即係咩1號牌、咩4號牌、咩叫9號牌，咁或者都同大家分享下乜嘢叫證監會嘅牌照啦。咁證監係乜嘢嘅產物咧？係幾時出現咧？就係講緊1987年有股災啦，嗰陣時咧係有聯交所，記住唔係港交所，嗰陣係聯交所。聯交所咧就係4會合併出嚟，所以叫做聯合交易所。佢有個原因，以前有香港交易所，香港嘅上市嘅交易所，亦都有九龍交易所。即係講緊大時代嘅年代咧，係講緊未合併，後尾合併咗啦，就變做聯合交易所。喺87年咧10月咧有一個股災。咁個股災我好有印象，因為點解咧？10月係嗰陣我87年讀理工，返學頭幾日。咁嗰陣有一啲叫休息室啦，叫做 common room。咁以前唔係好似而家咁樣，個個拎住部手機有得睇，有 iPad 有得睇。咁咧喺個休息室裏面咧有電視。咁突然間咧個個人圍住部電視去睇，
因為美股格林斯潘咧就喐嗰個利息啦，令到美股大跌。香港好多人揸咗期指好倉，咁要跌咗成短幾日跌咗20幾個 percent， 咁跌咗20幾個 percent咧，當陣時嘅聯交所嗰個主席咧就係李福兆啦，李福兆咧就公布停市4日，咁停市4日咧就有啲記者就問佢啦，我好記得有一個南華早報嘅鬼佬咧就問佢，跟住阿李福兆咧就講 I want your name， 就喺度再答佢乜，咁啊停市咗4日嘅時候咧就出現好多問題啦，因為咧佢停市就希望咧就大家去冷靜啦，去睇清楚究竟個市係點樣。咁你牽涉到咧有啲交收，有啲揸咗好倉，點樣去平倉？有啲揸咗淡倉嘅，喂，你又唔俾我賺錢，計數，咁有好多呢啲問題。咁嗰陣亦都謠傳咧，就話信和揸咗好多好倉嘅期指啦。最嬲尾咧，佢係走去同財政司去傾啦，同啲 counterparty 同啲對手就傾，喂，打幾多折咧，就係 settle 咗佢就算啦。咁因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最嬲尾咧，李福兆咧就係因為貪污問題咧，最嬲尾咧就送咗佢入監獄。咁以前呢一個交易所咧就華人話事嘅，咁後尾咧證監跟住咧政府咧就需要做一個檢討嘅報告啦。咁喺90年咧就話我哋需要一個監管嘅機構去監察證券業，咁所以咧就出現咗證監嘅出現。咁通常喺證監嘅出現咧，嗰陣有鬼佬控制啦，同埋咧就請好多律師就去睇。咁又適逢90年代咧，又有好多叫做 H 股落過嚟上市啦，跟住有好多外資啦、大摩啦、高敏啊、摩根 Stanley 啊、摩根大通啊嗰啲嚟。因為喺90年代初，即係未有 H 股咁多上市嘅時候咧，嗰陣係英資話事嘅，講緊係Jardine Fleming 啊。嗰陣係講緊我都唔記得啦，即係有啲總之係啲英資嘅公司係做證券啫。咁講呢啲叫做外資唔多。跟住嗰陣時咧，又有一間公司乘勢而起啦，就係講緊紅籌之父啦、梁柏滔啦、Peregrine 啦、白富勤咧又有。咁就開始有證監，咁證監咧就嗰陣就需要去做牌照啦。咁咧就有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咁乜嘢1號牌咧？就係可以俾你交易股票啦。2號牌俾你交易期貨啦。3號牌就交易外匯啦。4號牌咧，我哋叫馬經啦，就講緊你就股票提供意見啦。5號牌咧就期貨提供意見啦。6號牌咧就係講緊FA 啦，即係講緊幫人去做上市 IPO 啦，或者係叫大6號啦，或者係細6號啦，就係講緊你去做收購合併啦，俾上市公司意見啊，或者係幫啲上市公司去答聯交所嘅問題，就6號牌啦。7號仔牌咧就係電子交易平台啦，或者係今天嘅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咧，都係 under 呢個 VASP 都係呢個啦。8號應該我記得隻股票融資啦。嗰個牌照啦。9號仔牌咧就係講緊 fund management 啦，基金管理啦。10號仔牌咧就係講緊叫做 rating 公司啦，即係叫做信貸評級嘅公司啦。仲有11、12號嘅少人用嘅，但我都唔記得係咩。咁就係呢個牌照公司。咁牌照公司就係需要一啲叫做負責人員咧 ，responsible officer 咧就去睇住。通常一個咧就係一間公司咧就需要2個，譬如149號牌，你同時持有咧，你需要2個 RO， 一個叫做 sole 嘅 RO 啦，獨立；一個咧就係 non-sole 嘅 RO。sole RO 就值錢啲啦，non-sole就冇咁值錢啦。自己都做過 non-sole RO 做咗幾年，都出過呢啲糧。呢個就係講緊啲叫做牌照啦。因為佢受過監管啊，你會係出事係最多咩咧？點解叫做 responsible officer 啫？你要孭鑊噶嘛，咪負責人員咯。我個監管嗰個制度就係話，你公司要註冊，跟住你要揾2個 RO 去睇住。有咩問題咧？我捉住兩個 RO 嚟問咧，就係咁啦。
咁最近有嗰啲叫做KOL 出事啦。咁點解會出事咧？佢唔係冇嗰個牌照，佢個牌照私人牌你係唔可以收錢，你係公司牌，譬如你去俾股票 tips， 你係個股票公司有4號仔牌，你咪可以去收錢去做呢樣嘢啦。你有嗰個員工，你咪可以再拆翻俾個員工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你係需要去話俾證監聽，你要 keep 晒 record， 你係有理據先至去推嘅。你唔可能個人去收取呢一啲股票啊、期貨啊，提供意見咯。咁最近嗰個咧就係佢用咗私人嘅名義去收錢咧，咪一定出事咯。咁呢個就係講緊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叫做金融嘅知識啦。今日想講嘅咧就咁多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。拜拜。